主后2023年5月16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困境中寻求上帝的带领。圣经以斯帖记第5章第1节到第8节。第3日，以斯帖穿王后的礼服，徛伫王宫的内庭，面向王宫。迄时，王伫王宫内坐伫伊的王位，面向王宫的门。王看到王后以斯帖徛伫亭里，就对以斯帖示温，将手中的金管向伊伸出，伊就进前摸金管的头。王对伊讲：“王后以斯帖，你有甚物代志？要求甚物？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会予你。”以斯帖讲：“王若看做好，请王甲哈曼今仔日来赴我为着王设的宴席。”王听以斯帖的话，调哈曼赶紧来。王甲哈曼就去赴以斯帖的宴席。伫酒宴的中间，王阁对以斯帖讲：“你爱甚物，我会予你；你要求甚物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予你。”以斯帖应讲：“我的请求是安尼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欢喜允准我的请求，就请王甲哈曼明仔日阁来赴我为着恁准备的宴席。迄时，我才回答王我所要求的。”困境中寻求上帝的带领。以斯帖伫禁食祈祷了后，真细致规划一场饭局，邀请国王和宰相哈曼赴宴食饭。这若像在说明以斯帖的智慧甲冒险，是伫咧禁食祈祷寻求上帝以后才有的。伊是一位家己谦卑听候上帝的人，伊并无妄动，反倒是沉稳面对个人性命甲犹太群体存亡危机处境。禁食祈祷是为着要寻求上帝的带领，寻求上帝伸出援手，因为人发现家己的能力已经到尽头。除非有上帝的救助，若无，死亡毁灭就要降临。禁食毋是为着要减肥，也毋是无闲甲袂记得要食。以斯帖的禁食表示甲上帝放伫头位。真侪时阵，咱对啉食含困来享受上帝对生命的祝福。检测咱有时也着放下这个肉体的需要，专心寻求上帝的同在甲带领。以外，超找侍奉方向的时，也通禁食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，则讲因伫敬拜主禁食的时，圣神甲因讲：“着为着我指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。”初代教会的门徒禁食祈祷，就是找看侍奉的方向。保罗和巴拉巴是全世界第一对的教会宣教师，这是改变全世界的禁食祈祷。因为这边的禁食祈祷，保罗受差派出去宣教，设立教会，写予正教会的批信，大约占新约的1/3，丰富新约的内容。因为有这边的禁食，基督教才踏出巴勒斯坦，所以这边的禁食祈祷，通讲是扭转宣教方向的关键。蒋经国主政的时，伫1978年到1988年10年的中间，
最后几年调集个人会议的参会者，拢是所谓的外省个人。当时台湾籍的李登辉虽然担任副总统，却未捌受邀与会。总是伫台湾面对威权强人气势的关键时刻，李登辉继任做总统。伫李登辉笔录内面记述1990年2月11日，国防部长郝柏村等人7月要发动拂晓政变，最后以失败收场。当时开阔的气氛下面，李登辉回忆讲：某日倒转去到厝呢，我的负责人流目屎困球，莫阁做总统啦。伫当时危险的处境下，李登辉甲夫人詹文惠是伫基督中迫切寻求上帝带领，也因为谦卑伫上帝面前寻求，互台湾历经一场宁静革命，逐渐调往民主化。愿上帝继续带领台湾的前途。人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，特别是对生命的问题，人实在是相当软弱无力。就算是伫今仔日科技相当发达的时代，人对生命的了解也是相当粗浅。所以，解决人生命的问题，上好的方式，也是倒转来上帝面前，寻求上帝的帮赞。默想，拄着艰困的处境和生存的威胁，我通对以斯帖新章学着甚物信仰的态度？拄着艰困的处境和生存的威胁，我通对以斯帖新章学着甚物信仰的态度？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甲军队者讲，总是日子得要到，新郎要对因中间受带走，迄时因就爱禁食咯。是啊，阮面对生存威胁下面，爱学习，无搁倚靠家己，是爱先求上帝国、上帝义，求你光照阮，行出黑暗的枷锁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